大哥这晚赢不少吧？他呀，这几晚上挺倒霉的。是吗？我看他照他这玩法，一晚输个几十万吧，应该。这个说80万，小点声。听说你大哥是个大老板，有的是钱。他是不是差钱？走了。哎，慢走啊。怎么样？真够厉害的，一晚上80万。我跟那看门的打听了一下，说他是这里常客，最近啊越赌越凶。他周围那几个人就是他的托儿，故意骗他入局的。那你说他哪来那么多钱呢？我估计他跟这儿牌友也借不少钱，看他这个赌法，现在应该几百万不止吧？你说童之贤知道这事儿吗？知不知道都无所谓，反正这是我们的计划。那我得好好表现一下，小心点儿。先去后门。喂，你好，我想举报一个在搞非法赌博的棋牌室。哎，别打，别打，警察！我快快！没事吧？哟，吓死我了，差点让警察抓住。是啊，还好跑得快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也跟里边堵着呢。警察一来，我赶紧取车去。你也在里边？今天晚上我不比你那少。啊，哈哈哈，不错，挺机灵的。今天你救了我，以后就是我的人了。跟着我好好混，我保证亏待不了你。哎呦，谢谢童总。走啊，我载你回去。哎，算了，我打车吧。得了。喂，睡了吗？还没。是这样啊，明天我要去梁妈那儿，卖场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？要不要我跟梁妈请个假过去帮你？不用了，我能搞定。那好吧，那你早点休息。明天要是忙不过来，就给我打电话，我马上过去。行。我已经证明了，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跟你们斗气的。我除了想帮你们以外，同样的，我也在帮我自己。我们今天将会迎来最繁忙的一天，不过你们应该感到骄傲，因为我们不但保住了店面，还赢了个满堂彩。你们应该为自己鼓掌。我答应各位，如果我们能创造销售奇迹的话，我一定会为各位争取奖金还有分红的。卖场很快就开门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为了荣誉，为了自己，加油！
在座的诸位怎么看？啊？咱们华彩的旗舰店就在人家对面，那可是我们的旗舰店，无论从档次到规模，远远比人家高出一大截。可为什么结果是这样？啊？这才短短几天的时间，我们的旗舰店就冷冷清清的。康琪，你来说几句吧。我们跟陆向北共事过，知道他的能力，他的确太强了。是啊，何总，这也不能全赖我们。据我所知，自从记者曝光了他耳聋的事情以后，他就被童志行从总公司调到了拉家小店。原本以为他搞不出什么名堂，没想到他出其不意。我觉得陆向北是一只打不死的小强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好了，我叫你们来呢，不是为了听你们发牢骚，大家集思广益，想想有什么对策。小梅，我告诉你啊，就那个空气净化器呀，超级好用，真的是好用，我不骗你。对呀，你赶快去吧，赶紧去排队。哎，好好好。莲妈，喝口茶吧。哎，好。一大早就打电话，好像搞推销的不是陆向北，是您。儿子的事儿，当妈的当然要关照了。哎喂，高先生，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完美集团出了一种空气净化器，好用。啊，你要上网买呀？那你 out 了，你一定要到他们店里去买。哦，好啊好啊，你快去排队吧，去晚了可就没有啦。啊，怎么了，两妈？没事吧？哎，没事，可能是早餐没吃好。哦，把水给来，我，赶紧喝口茶。好。怎么样？没事了，好多了。莲妈，要不然咱们去医院吧。真的没事，喝过水了，一会儿就好了啊。莲妈，你对陆向北真好，他有你这个妈，真幸福。哎呀，当妈妈的呀，都会这样的，只可惜我没有10月怀胎生下他。哎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莲妈，别这么说，你对向北就像对待自己亲生孩子。要是他妈妈在天有灵，也会感谢您的。哎，明天是周末吗？你明天不用去向北公寓了，你到这个农村，照着我给你的这个地址，找一位叫陆先生的。陆先生，是陆向北的亲戚啊。哎，我真希望向北在这个世上还有亲人。哎，那我也就放心了。好了，到家了。姐，以后不要这样了，吓死我们大家了。你姐姐以后不会了，免得便宜了外人。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没事儿，我回屋了。好，我来帮你。不用，从今天起我要学会自强。爸爸，公司赞助的那个电视节目，我希望可以继续跟进。你身体刚恢复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我是不会让某些人得逞的。我明天就去和节目组签赞助合约。姐夫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女人的脾气啊，就像天气一样，阴晴不定。啊，爸，这几天完美集团的卖场超过咱们华彩旗舰店的销售额了。哦，就是杨浦路的那一家，他们最近卖了一款空气净化器，非常的火爆。
听说是陆向北策划的。陆向北？是，这个陆向北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，还让英英在微博上发了一张使用这款空气净化器的照片，而且还请了知名的环境专家来讲解。这次他的噱头做大了。我原以为他二龙曝光的事儿他会受到打击，没想到啊，他还照样干得那么出色。是。对他除了惊讶，我真的还挺佩服他的。一个正常人都难以做到的事情，他偏偏做得很好。就连那个英英啊，对了，唐姐，说到英英，我想起来了，他这次帮完美集团有没有违反咱们的代言合同啊？你作为公关部的经理，你得跟他交涉一下，让他把那条微博给删了。我知道了，姐夫，爸，那我先上去了。爸，我也先回房间了。哦，好。董总，哎，陆向北。哎，童总，今天这么有雅兴，过来视察呀？少套近乎！我告诉你啊，你来完美集团是来工作的，知道吧？不要以为你给了我大哥点甜头，就拿自己不当外人了，懂不懂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家依依今天不在这儿，没有人给你撑腰。童总说完了。啊，还有，你一定要得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，知道吗？啊，要好好的工作啊，不要去想别的。你来工作的，以后少打我们家依依的主意。你知道你自己什么条件吗？我们家依依是有男朋友的人，你得知道你自己怎么回事啊，得知道自己自身的条件。你是个聋子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童总，还有什么事吗？还有，没事的话我就忙了。哎，什么态度？对了，他还落了一张照片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那我先去忙了。哦。葡萄哥哥，不会那么巧吧？外公，你还好吧？晕不晕车啊？啊，没事的。谢谢你，英英，还要你亲自来接我。没关系的，外公，我已经帮你安排好入住的酒店了。不，还是带我直接去找向北吧，我担心他。好的。麻烦您现在去陆向北的公寓。好的。爸，这是我叫销售部研究的对策，是专门针对完美集团杨浦路卖场的。您看一下有什么意见？先放那儿吧。爸，陆向北这次很明显就是故意针对咱们华彩旗舰店的。是啊，童之行又当选行业副会长了，这肯定是陆向北出的主意。他想让我们华彩难堪。我说你们呀，不要老盯着一个陆向北不放，不就是一个卖场的销售额超过了我们吗？有什么呢？人家做的有成绩，说明人家有本事。再说了，我们华彩不可能事事都争第一呀，总得给人家留点活路嘛。好了，你们先去吧。那我们先出去了吧。
爸今天怎么了？他以前最在乎和完美集团的竞争了，这种事情他绝对不会允许的。也许爸说的对，树大招风，我们其实没必要在意一时的得失。我还有个会，我先走了。请问一下，你们陆总在哪儿啊？在仓库那边。好，谢谢。行了，这里我会搞定的，你们两个先去卖场帮忙吧。啊，去吧。向北，你来干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。看到新闻，知道我还是个聋子，觉得很失望。向北，我为你很骄傲。我知道，你能有今天的成就，你肯定是付出了比常人要多好几倍的努力。如果可以重来的话，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重来。你到底来干什么？向北啊，我知道你加入了完美集团。你加入完美集团，就是为了对付我们华彩。事实证明，你有这样的能力。向北，你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。但是如果你把这些能力用在复仇上，你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，你知道吗？有道理啊！哎，不如这样吧，我一会儿就去辞职，然后呢，你就对外宣布我们的真实身份，让我名正言顺地回到华彩，我们两父子并肩作战，怎么样？啊？怎么了？很为难啊！我很能干，你觉得很骄傲；我想报仇，你觉得很可惜。但是父子相认呢，你又不敢；让我名正言顺地回到华彩，你又怕你老婆还有儿子不放过。喂，你今天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我拜托你，你以后来找我之前，请你想清楚了再来，别浪费我的时间，好不好？爸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康琪，爸，你怎么就这么残忍呢？为什么没有告诉我陆向北就是我的亲哥哥？康琪，爸爸没那个勇气，我真的说不出口。你抛弃他就因为他耳聋吗？不，爸，从小到大，你都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父亲，我做任何事情都以你为荣。可是你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为什么呀？我也不想啊，当年我什么办法都想尽了。我带着他去看医生，医生说他的耳朵没有任何希望。我就在他的耳边敲锣，在他的身边放鞭炮，可他什么都听不见。我也希望有一个健康的儿子，可是看到他什么都听不见，我比自己死了都难过。
当年我们家的情况你是不知道，我们家的事业很失败，而且家里边还有一个瞎子要养着，可是平白无故又出了个聋子，你让我怎么接受？瞎子，向北的外公是个瞎子。当年陆家呀，经历了许多变故，我们每个人都已经精疲力竭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所以我才选择了和向北的妈妈离婚。康琪啊，这是爸爸一生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。我不是一个好父亲，对不起你。爸，你不要自责了。我今天终于明白，一念为什么这么关心陆向北，为什么这么维护他。因为他早就知道陆向北耳聋的消息了。康琪啊，你是不是还放不下童一念？我已经放下他了，真的。好，那爸爸问你，你愿不愿意接受陆向北这个哥哥？我马上通知你的。下一位。你好，我是一朵，这是我报名表。谢谢你的参与，我们节目组根据情况打电话通知你的。什么时候通知啊？1周左右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将进入初选。那我可以上电视吗？只有通过初选的选手才能上电视进行直播。那我上电视可以发言吗？等你当上主任再说吧。好，下一位。主任。哎，记得打电话给我啊，我等你电话。哎，子江哥。一朵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报名啊。报名？对呀，就是你跟我说的那民间厨神争霸赛啊。哦。对了，你跟你妻子还好吧？哦，对了，那天晚上真对不起啊，把你一个人扔下，我就先离开了。哎，我没关系，你是成家的男人，当然要以妻子为重嘛。谢谢你啊，我太太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儿就好了。总而言之，以后你还是要以你妻子为重啊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陈小姐，找到了，你看是这个人吗？对，就是他。那好，我去忙了。谢谢你。康华。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担心你嘛，所以过来瞧瞧。我没事儿啊。哎，你还我！一朵的报名表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还护着那个贱人？他抢了我的男人，我是不会让他得逞的。我要毁了他！贱人，贱人！沈康华！贱人！我真没想到，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我变成这个样子，变成这个样子全是拜你所赐。我的腿变成这样都是你造成的。我恨你，我好恨你！我明白了，你原来口口声声说你爱我，都是在撒谎。你其实一直在报复我，报复我让你失去了双腿。对呀，我根本就没有爱过你，我一直在报复你，报复你害我失去了双腿，我根本就不爱你，我恨你，我好恨你！好了，不要再多说了，我们离婚吧。子祥，放！子祥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恭喜你，新专辑销量突破100万张，这有什么可恭喜的？等到500万张再说吧。
沈阿姨啊，沈夫人，请进。啊，我还有事儿，你们慢慢聊。依依，我刚才听你经纪人说你唱片大卖，恭喜你！来，阿姨送你礼物。谢谢阿姨，阿姨坐。好。阿姨喝点什么？啊，不用客气，我来呀是想拜托你一件事儿。是关于康琪。你真聪明，阿姨。其实我和康琪呢，我们两个虽然聊得来，但是没有但是，你们很合拍的。哎，康琪跟我说你们在一起很开心的，是吗？茵茵，我们关系本来就是一家人。你爸爸虽然低调，但也是我们华彩的大股东。如果我们两家联手起来，那童之行再有能耐，他不是照样竞争不过我们华彩吗？童之行是童一念的爸爸。这个人，自从陆向北跳槽到完美集团，他就嚣张得不得了。想起他我就生气。哎，还有他那个女儿，想起来我就气死了。阿姨说的是有些道理。正好康琪前2天打电话给我，说要和我聊合约的事情，那我就去他办公室跑一趟。那太好了。进来。英英，你怎么自己来了？请坐。你打电话聊合约的事情，是因为我发的微博吗？事情是这样的，你已经代言了我们华彩，照你说的，我们可要公事公办。但是你在微博上帮陆向北宣传空气净化器，这也太明显了吧？你想让我删除微博？你怎么总能猜到我的心思啊？不可能。既然你说公事要公办，那你可要看仔细了。你仔细看看合同，补充条款里面有一条，我有权利代言除你公司以外的其他产品。况且，我只是和那台空气净化器合了个影，明星也是人啊，我也是他的粉丝，不可以吗？你真聪明，就跟陆向北一样。难怪你这么喜欢他，真的是聪明人喜欢聪明人啊。这句话我爱听。这个是松萝凤梨，你看它都快枯死了，干嘛还不扔掉啊？难道又是和童一念有关系啊？又被你猜中了，他还有根，也许会重新发芽呢。既然都分手了，干嘛还舍不得？你这个人真是……我这几天有好好的想过，也许当初我只是误会他了。误会？也许他跟陆向北根本就没什么。我不管他和陆向北怎么样，我只告诉你一件事情：我喜欢的人是陆向北。你说的对，只要有根，兴许它会重新发芽的。我从小在爷爷奶奶家经常摆弄这些花花草草的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带回去试试，也许我会比你有办法。莲妈，莲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找到那个陆先生了吗？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搬走了。搬走了？哦，对了，莲妈，店里有没有陆向北小时候的照片啊？你要陆向北小时候照片干什么？我就是想看看。哎，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下呀？我这正忙着呢，在我茶室抽屉里，你自己去拿吧。我知道了，谢谢莲妈。孩子。
梁妈，你知道吗？我和陆向北从小就认识，而且他还是我的恩人呢。啊，你俩从小就认识？对呀，小时候我在乡下的葡萄园走丢了，后来是他照顾我、安慰我，把我送回家的。我找他这么多年，终于找到他了。那他从小在葡萄园生活过？对啊。可是他怎么从来没跟我提过呢？他大概有什么难言之隐吧。哦，对了，您让我去查的那个陆先生，他是一个60、70岁的老人，好像听他的邻居说，他眼睛看不见，是个盲人。盲人？嗯。至于他去哪儿了，邻居们都说不知道，只是知道他到城里来找亲戚了。这就更奇怪了。我当初去孤儿院找向北的时候，孤儿院说他没有亲人了，他的父母亲早就过世了。而且向北还跟我说，他的名字一定不要改，他要叫陆向北，就是一路向北的意思。一路向北？对，他说他喜欢看北斗星，一路向北就可以永远看到北斗星了。北斗星象征着妈妈的眼睛，可能他是太想念妈妈了。是啊，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也是希望向北永远幸福、快快乐乐的生活。梁妈，你真好。哎，你都知道他是谁了，你要不要去找他，找你的葡萄哥哥呀？不要不要，我要他亲自承认他就是葡萄哥哥。哎呀，哎，妮妮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把你的生日和向北的生日输到手机里了，然后我给你们测了一下。测什么东西啊？测你们俩的姻缘呢。测这个干嘛呀？你看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还给你吧，梁妈。可准确了，真的好准的。这个照片我能先拿回去吗？嗯，好吧。梁妈，我走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你这是唱的哪出啊？哎呀，陆向北这小子，那太可恶！你是不是又跑到卖场故意找人家的茬啊？我找什么茬了我？我的亲弟弟，你能不能给我安分一点？陆向北有他要做的事情，你作为集团公司的高层要有度量，要容得下人。高层怎么了？高层就不是人了，高层就不吃五谷杂粮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么做我可是不光为了我自己，我是为了你，我更为了咱们家依依。依依怎么了？依依总是护着陆向北，而且还非要跟他一起到销售部去工作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你女儿喜欢人家，陆向北要当完美集团的驸马爷了，现在你明白了吗？你亲眼看见的？喏，这就是证据。我这是为了帮助依依啊，才被陆向北弄成这样的。这事儿你必须得管，否则的话，将来就会骑到我脖子上。他现在已经骑到我脖子上拉屎了。废物，活该让你当茅坑。啊，我可是你亲弟弟，要是等着哪天陆向北把你女儿追到手了，那个时候你再后悔啊，哎，可就来不及了。陆向北，哼，他不够资格。再说了，我女儿怎么可能看上一个聋子的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你还别不信，你要是不信呀，你就自己亲自去看看。我跟你说啊，有些话都不是我这个当叔叔的应该能说出来的。好家伙，两个人在一起，眉来眼去，做事出彩。行了，出去。
店长。怎么了？昨天梦到跟沈康琪复合呀？这么开心？你这人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你们女孩除了谈情说爱，还有什么好开心的？喜怒无常的。不过没关系，从现在开始呢，我试着习惯你。行不行啊你？别碍手碍脚了。谁说我不行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能做的事情我全能做。还有，从今往后你到哪我到哪，就这么定了。饭弄好了，吃点吧。我不吃了，我约了人，你自己吃吧。你约谁了？你那么八卦呀？好好吃你的饭，好好看好卖场。哦。有什么事打给我。好。北斗星，亮晶晶。北斗星，亮晶晶。一个家儿7颗星。一个家儿7颗星。组成一个勺字形。组成一个勺字形。夜里行人迷了路。夜里行人迷了路。看看北斗方向明。看看北斗方向明。好。再来一次啊，好不好？从头再来一次。北斗星，亮晶晶，一个家儿7颗星，组成一个勺字形。夜里行人迷了路，看看北斗方向明。如果你害怕了、迷路了，或者想妈妈了，你就抬头看看北斗星。我每次想妈妈了，就会看看它。我觉得它是妈妈的眼睛，妈妈的眼睛，妈妈的眼睛会看着宝宝的。夜里行人迷了路，看看北斗方向明。真棒！啊，哥哥还要工作，我要走了。再见。哥哥不要走。乖。小朋友们，那我们等哥哥下次再来，好吗？好。走了，再见啊。葡萄哥哥。神经病。葡萄哥哥。葡萄哥哥。葡萄哥哥，葡萄哥哥，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什么葡萄香蕉啊？你在说什么呀你？好了，你别不承认了，要不然你怎么会唱刚才那首歌啊？那首歌每个小孩都会唱，好不好？别那么无聊了。喂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，我已经跟梁妈确认过了。你为什么就不承认呢？我就是在酒窖里你救的那个小糊涂啊！难道你忘了吗？童一念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没时间跟你玩，我要上班去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你的什么葡萄哥哥。陆向北，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亲口承认，你就是我的那个葡萄哥哥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是董事长吗？董事长亲自来视察我们工作。董事长您好，我是这家卖场的店长。啊，您好，我是代表集团公司来看看大家，大家辛苦了啊。啊，应该的。你们新来的高级店长陆向北，可能在库房。他没在库房，他趁着中午休息，和童一念出去了。和谁？童一念。行，
大家都去忙吧，我在那边看看。都忙去吧，去工作吧。你挺好。童总，我当初可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，可现在来了个陆向北压在我头上，说怎么办呀？这事我知道。这样啊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好好给我盯着陆向北，他的一切东西随时回来给我，我会想办法把这个送到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再过1秒，我可能就要崩溃，忍不住的泪水依旧枯萎。什么是我要的结果，已无所谓。现在只想放下一切，安静的睡。梦中的梦曾经无数次去追，可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。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，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不再后退。为爱回归，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，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的完美。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